弟兄姐妹平安，平安。那我们先来练习今天的回应诗，将天敞开。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可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可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么敬拜就练习到这边。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弟兄姐妹平安，平安。那邀请大家从座位上起立，那我们一起用歌声、用掌声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圣所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穹苍赞美他。要因着他的大能赞美他，要因着他的荣耀赞美他，要因着他的慈爱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圣所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穹苍赞美他。要因着他的大能赞美他，要因着他的荣耀赞美他，要因着他的慈爱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来敞开胸怀赞美他。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来高声欢呼赞美他。我们要鼓瑟弹琴赞美他，我们来击鼓跳舞赞美他。我们有四弦乐器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我们要鼓瑟弹琴。要鼓瑟弹琴赞美他，我们来击鼓跳舞赞美他。
我们用丝弦乐器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凡有气息，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凡有气息，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哈利路亚！我们将掌声献给我们天上的父神，感谢父神赐给我们丰盛慈爱的恩典，让我们天天都得到饱足。天父的爱真丰盛，我日日的饱足，无论晴雨或风浪，他都在眷顾。我灵尝到主的爱是这般美好，他把温情放在你心底，幸福住在我心里。人生的际遇，有甘有苦有甜蜜，主爱如潮涌，一波一波未曾停息。我要赞美我主的爱，愿全地万物齐声颂扬。是天父的爱，天父的爱真丰盛，我日日的饱足，无论晴雨或风浪，他都在眷顾。我灵尝到主的爱是这般美好，他把温情放在你心里，幸福住在我心里。人生的际遇，有甘有苦有甜蜜，主爱如潮涌，一波一波未曾停息。我要赞美我主的爱，愿全地万物齐声颂扬。人生的机遇，人生的际遇，有甘有苦有甜蜜，主爱如潮涌，一波一波未曾停息。我要赞美我主的爱，愿全地万物齐声颂扬。这人生的机遇，人生的际遇，有甘有苦有甜蜜，主爱如潮涌，一波一波未曾停息。我要赞美我主的爱，愿全地万物齐声颂扬。愿全地万物，愿全地万物齐声颂扬。那我们将最早掌声献给我们慈爱的天父，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安静我们的心，仔细来聆听上帝对我们说的话语。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轻轻听，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
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轻轻听，请姐妹唱。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轻轻听，请继续唱。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是大牧者，我们一起唱。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轻轻听，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是大牧者，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是大牧者，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轻轻听，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我们一起低头来向主祷告。亲爱的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丰盛的慈爱和恩典，使我们拥有平安喜乐的生命。求你使我们每天能够更加亲近你，渴慕你的话语，能够明白以及遵行你的旨意。主啊，求你看顾保守我们弟兄姐妹与亲友的身心灵与生活的一切，让经历病痛受伤的，请你亲自的来医治；正在面临忧伤苦闷的，请你亲自来安慰与扶持。主啊，我们也把我们的教会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保守教会聘牧以及团契各项事工活动都能够顺利的进行。愿你亲自的来大大的坚固建造我们的教会，施恩赐福我们的教会。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这期一起来翻开路加福音5章1到11节，由我来攻读神的话语。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看见有2只船湾，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您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2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2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今天我们感谢罗荣斌牧师，他为我们正道的主题是依从您的话。邀请罗牧师。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一起来敬拜他。愿主的荣光大大充满在这个会堂，也愿主的平安跟恩典丰丰富富临到我们每一位的身上。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能够成为神你的儿女，是我们的福气，能够按时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来领受神你要给我们的话语跟恩典，更是我们最大的福气。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一段安静的时间，一起选择最好的福分，就是安静的在你的面前，要来聆听神你的话语，来装备我们的生命，来指引我们知道怎么向前走。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见证神的恩典。我们谢谢你，我们求神你自己掌管我们今天的敬拜，能够讨神你的喜悦，也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领受到神你满满的赐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以色列这个国家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人去过以色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去过以色列？还没，有机会应该去一下哈。你看过去几个月中东地区很不平安，对不对？那主要跟战争有关系的有一个国家就叫以色列哈。那从圣经来看，这样一个小小的国家，他们土地面积不大，人也不多。但是神却拣选他们在这个申命记第7章第7节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奇怪这个国家土地面积不大，然后人也不多，那上帝为什么要拣选这个国家当他的选民？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上帝要拣选他们？以前我曾经也想过说，你看那一个时代，以色列已经在国际舞台的时候，也有中国，也有埃及，他们的国家隔壁就是埃及。那上帝为什么不拣选埃及人成为他的选民，也不拣选中国人成为他的选民？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我们有一点点题外话来分享你看，你如果看地图的话，以色列是在欧亚非3洲的怎么样交通的要道。如果欧洲跟亚洲打仗，或是非洲跟亚洲打仗，都会经过他们那里，而且他们那里很多都是在旷野
那人跟人的距离是差那么远，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向谁求救？就向上帝求救。所以上帝的拣选是很有意思的拣选他们成为上帝的选民。那拣选他们成为上帝的选民，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说，上帝跟人是怎么在互动？透过上帝跟他们的关系，你看从旧约我们一路读下来，从旧约读下来，你就知道说，上帝跟以色列人就是这么互动。那我们基督徒应该跟上帝怎么互动，就可以得到启示。那从历史来看，当以色列人他们真是很照上帝的话在走的时候，他们也曾经有很辉煌的时期。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不是很大的国家，但是从信仰来看，他们曾经有达到很高峰的时候，就是大卫王的时候。最高峰是什么时候？就是所罗门王的时候。你看，你如果读圣经，所罗门王的时候多么的繁华，然后各地的，包括我们很熟的叫示巴女王，也带了很多这些礼物来见他。各国的君王都想听他智慧的话，那时候真的是不得了。但是如果我们读圣经，所罗门王去世以后，他的儿子要接替他当国王，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有人知道吗？跟牧师同姓的叫罗波安，姓罗当然不是，我们没有什么关系这个罗波安要继位的时候呢，要继承王位的时候，有一个人跟他名字差一个字，叫做耶罗波安。耶罗波安这个人可能是一个民间领袖，他就来见这个罗波安说你爸爸在位的时候给我们做很多苦工，负很重的重担，你如果减轻我们的负担，不再让我们做那么重的这个苦工的话，那我们就来服侍你。那假如你是那个王，你会怎么回答？有一个民间领袖就来问他，跟他请求说，请你减轻我们的负担，然后不要再让我们做那么重的苦工，我们就服侍你。听到这个话以后，其实有一些老臣，就是以前服侍过他的爸爸的这些大臣，就跟他建议说：王你若恩待这些老百姓然后使他们喜悦，用好话来回复他们，他们就永远必做王的仆人这些老臣就跟罗波安建议，但是从圣经来看，他没有听长辈这些老人家的建议，他反而是听什么？听他的同侪的建议。他的同侪跟他建议说：你要这样回复他们，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爸爸的腰还粗，然后我爸爸给你们负重担，我要给你们更重的担子去承担。我爸爸用鞭子打你们，我要用蝎子的鞭打你们。早上我要解释什么叫蝎子的鞭，就是皮鞭的上面还有看住那个动物的骨头，弄个尖尖的，我就看在那个上面。所以你如果把人打下去的话，那不得了打下去，你的皮叫做皮开肉绽嘛，你的肉就会被就会被跟着吸上了。所以是很严格，他反而他不听老年人的建议，反而听年轻人的建议，回复这个耶罗波安。结果你如果读圣经，就马上可以看到说，哇，马上你知道以色列有12个支派，马上有10个支派就跟着这个耶罗波安走了然后只有剩下2个支派跟着他走，一个国家马上分别分成2个国家，北部的这10个支派叫做以色列，然后南部就叫犹大国那从这样的一段历史来看很可惜说一个国家本来是很高峰结果到你的手上就变成2个敌对的国家。那这个关键，这个影响的关键在哪里？就是说你到底是听了谁的话你听谁的话，其实是影响很大的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可能都会听到很多人跟我们说话建议等等。但是你要听谁的话？在罗伯安的身上，我们发现说，听谁的话真的影响很大。但是今天早上我要跟各位分享说，在信仰上，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上，你应该听谁的话更是重要啊！因为不仅会影响的现在的生命，而且会影响到将来。今天的经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可以去研究的哈。今天的经文很多人也很熟悉，这段经文就是主耶稣在呼召他的门徒的一段记载哈。只是说今天这段经文跟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你一对照的话，有一点更丰富的内容。在马太跟马可福音，主耶稣呼召门徒都说来，马太你来跟从我，他就来了。但是在路加福音，你如果从第4章开始读，你会发现说，这个主耶稣好像是有计划要去呼召门徒的，因为他在当地先行了神迹，在路加福音4章31到44节，而且医治了彼得的岳母，而且他也曾经赶过把污鬼赶出来，所以主耶稣的名声在当地已经好像都传遍了以后，他才怎么样？他才选择说上了彼得的船，去讲道，然后有后来约翰跟雅各还有其他人一起来跟随耶稣那这个呼召的过程，整个的过程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经文今天的经文一开始说，很多人因为已经看到耶稣在当地行了神迹嘛，对不对？然后又医治了彼得的岳母，所以很多人要来听他讲道。那时候呢？那时候主耶稣看到说有2只船湾在湖边，那个湖叫什么湖？真的叫做格尼撒勒湖那你如果查经去研究的话，就会发现说，这个湖其实还另外2个名字，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加利利海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提比里亚海所以这个湖总共有3个名字，但是无所谓我们今天重点不是在那里。他就看到说，这个湖边有2只船有2只船湾在那里，那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打鱼的人开始去洗网，表示怎么样？表示说他们打烊嘛，对不对？他们不工作了。但是很明显的，西门可能还没有离开，所以主耶稣才会请他说：“来，请你把船撑开，稍微离岸，然后坐下来教训众人。”那就在教训完众人以后呢，他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下网打鱼，就说讲到完以后，才跟西门说：“来，你把船那个撑到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如果从圣经里这样一路读下来，你会发现说，一开始其实主耶稣设定的目标可能只是谁？只是要呼召彼得但是后来为什么其他人也一起跟彼得来跟随耶稣重点在哪里？为什么本来好像主耶稣只要呼召彼得，那为什么其他人都后来好几个人都跟着彼得去跟随耶稣？那个重点就在彼得回答主耶稣的话以后的表现。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他怎么回答？彼得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就下网。”他们会跟从他们除了彼得以外，其他人都一起跟随，要跟随主耶稣。其实跟彼得回答了这段话有关系。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是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因为依从了主的话，他们下网以后抓到的鱼说：“哇，不得了，网快要破掉了，还要招呼这个同伴的船一起来装这些鱼，说连2条船都快点沉下去。”哇，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这些人的生命的转捩点，是因为照耶稣的话去行，看到了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就来怎么样？他们就来跟随耶稣哈。那我们在读这些故事，好像看起来很简单，说啊，主耶稣讲说来，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好像彼得回答说啊，依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你如果是彼得，你会当主耶稣跟你这样讲话，说我昨天在那里都捕不到鱼，主耶稣跟我说下网到水深的地方去捕鱼，你会听吗？对彼得来说有没有很容易听进去？其实是不太容易的，至少有2个原因。第一个，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就整夜劳力呀，那你怎么同样的地方你叫我们再下去捕鱼，不是白费力气吗？如果照逻辑来想的话，但是第二个更重要的是说，那捕鱼这个专业来说，谁是专家？主耶稣是专家还是彼得是专家？当然是彼得啊，对不对？彼得他们天天在海上讨生活，他哪里有鱼哪里没鱼，他怎么会不知道？那昨天这里都捕不到鱼，你还叫我去捕鱼哈？但是因为他愿意依从主的话下网捕鱼哈，就看到说哇，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竟然发生了，而且更奇妙的是彼得的反应啊！彼得看到这么多鱼之后，他说怎么样？他马上跪在说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们在读圣经，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很特别？我们再回味一下，我考大家一下：当主耶稣跟他说把船开到这个水深之处下网捕鱼，彼得怎么说？彼得的回答是说：夫子，夫子就是老师嘛。老师，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是依从你的话，我们都下网捕鱼。在那个当下，彼得把主耶稣只是当成老师啊，但是当他照耶稣的话下去捕鱼，捕到那么多鱼以后，他的转变马上转变。他说：“主啊，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样是什么意思？他把主耶稣的身份从老师提升到是他生命的主，提升到是生命的主，然后接着告白说：“我是个罪人。”他看到自己的罪了。那这段话他一讲以后，主耶稣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我觉得说，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真是很受蒙福了，因为这一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依从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依从神的话，为什么我们要依从神的话？因为第一个，主的话是带有能力的，主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我们如果照神的话去行的话呢，就必蒙福啊！这是要依从主的话的原因啊！圣经有一段话我们如果你圣经翻得快的话，在以赛亚书55章第10节到11节55章10到11节，圣经这样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就是神上帝，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这段经文讲很清楚，神跟以赛亚先知说：“你去跟百姓讲，我的话一出去，绝对不会再回来，就像雨雪一样下去是融化，一定会不仅不会再回来，而且会成就。他说会成就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哇，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见证？神在旧约这样讲，在新约有没有这样的实现出来？有啊，在主耶稣的身上就实现了。
我举2个例子跟各位分享，大概你都听过哈。曾经有10个得大麻风的，有没有去跟主耶稣求助啊？说主啊，可怜我们吧，我们得了大麻风哈，求你来哈医治我们。那这些得大麻风的人什么时候得医治？这些得大麻风的人什么时候得医治？圣经说：“你们去啊！”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注意听了哈，主耶稣说：“你们去把你的身体给祭司查看。”然后他们去的时候，那他们的大麻风就得到洁净。这样在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当他们把耶稣的话听进去，要去给祭司查看的时候，他们的大麻风都全部好了。有没有彰显主耶稣的话的能力？有啊，主耶稣不用摸他们，用讲的就医治了。另外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百夫长，他的仆人得了瘫痪的病，很辛苦，因为瘫痪没办法走路啊，他就来找耶稣来帮忙哈。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然后耶稣，我们的主是一个怜悯的主啊，他就说，主耶稣说：“好，我去医治他。”但是你读这段圣经很感动哦。这个百夫长说：“哦，主啊，主啊，你到舍下就到寒舍，我不敢当哦。只要你说一句话哦，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哇，这个百夫长的信心真的是不简单哦。说主耶稣你不用来，你这句话的话，你讲一句话就成了哦。那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接着，圣经这样说：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就是说，主耶稣在讲说，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哦，然后仆人就好了。哇，这真的是太好！圣经里面很多类似的例子，就是说，你把神的话、主的话听进去，你去照着做，你就看到很多看到神要给我们的赐福跟这个话语的能力。我希望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也立志说：好，主啊，我要依从你的话，你去做做看。我相信你一定有机会去体验到主的话语的能力跟祝福，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依从主的话，人才会看到自己的软弱跟不足依从你照主的话去做，你才会看到你自己的软弱的地方跟不足的地方。这是今天的经文在告诉我们的。你看彼得他们是捕鱼是专家但是在捕不到鱼的地方，他们愿意照主的话再去一次，结果他们怎么样？他们竟然捕到那么多鱼，让彼得马上看到说：哇，以前我的专业、我的经验在上帝面前都不算什么这个是我们真的对上帝的话要有的一个认识不只是彼得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叫做乃縵将军这个将军，我想我们从这个主日学读的时候就知道说，有一个将军他长大麻风在旧约列王记这个乃縵将军是亚兰王的大将，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将军话最也简单叱咤风云但是呢美中不足，他就是长大麻风很辛苦在古代长大麻风很辛苦，要被隔离嘛那他在困扰的时候他家的一个婢女我说这个小女子立大功他跟他的主人说：巴不得你去见我们家乡的先知以利沙，他必医好你的病。哇，这个婢女真的是吃了大胆的药，如果没有医好的话，他会怎样？回来他可能就被杀头。但是这个婢女很有信心，说你去找我们的这个先知，他必医好你的病这个将军听了就很高兴了，就然后请他们的亚兰王写信给以色列王，然后带了很丰富的这些礼物，就浩浩荡荡到了以利沙的家。那到他的家门口的时候，他想说这个以利沙应该是出来欢迎
好像演歌仔戏开中门迎接大大的欢迎他，然后他还自己想好了说，这个先知应该出来，在我患这个大麻风的地方手摇一摇祷告，我就会得医治那结果以利沙有没有出来？以利沙没有出来，以利沙派他的这个仆人出来，跟他说：“我们主人交代这个乃縵将军你去约旦河洗7次，你的大麻风就会好了。”哇！那一个乃縵将军听到这样的话，真的是火冒三丈为什么？他说：“我们家乡也有很漂亮的河河水很干净啊，我在那里洗就好，为什么要来这里洗？而且要洗7次，哇，真的是很不高兴，甩头就要走。但是他的仆人告诉他说：‘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他另外一个仆人就建议他说：‘这个只是小事啦，你去试试看嘛，对不对？何况如果洗了真的会洁净。’那这位乃縵将军，这个当下有听进去，他果然去洗了7次。圣经说，他洗完以后呢，他怎么样？他就洁净了，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然后接着的表现让我们真的很惊讶。他怎么表现？他说，他得到洁净以后，他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就站在以利沙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人之外，普天下没有神。他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以外，普天下没有神。不论是彼得或是乃縵，他们的这样的表现，在告诉我们什么？在凸显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人还没有经历神之前，特别是他在很功成名就的时候，他觉得我就是代表神啊，我很了不得啊。但是当他真正去遇到神的时候，他才会看到说：哎呀，我的一切成就，我的经验，我的专业，在神面前其实都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们当基督徒也是要把这样的一个功课放在内心当你愿意照神的话去走的时候，神会看到说真的你还有很多必须要谦卑的你必须要跟神同行的。那你如果愿意谦卑，你愿意跟神同行，那你就照圣经说的，你就可能会被升高你就会大大蒙福。因为福气，神早就把福气放在那里要赐给我们那就看说你愿意不愿意照神的话去行以前读过一个遇到故事，很有趣说有一个主日学老师，他把他的手表拿下来，他说：来，这个手表送给你们然后小朋友，比较大的小朋友都不敢出来，说：真的吗？那个手表那么珍贵，怎么要给我们那只有一个小朋友很小的，他就很单纯的，他就走出来说：给我就把那个表拿走了。那个老师果然就把表给他。这个故事很有趣你愿意照天父上帝就好像我们的这个主日学老师，他把福气都已经怎么样，都已经准备在那里。那你愿意不愿意出来拿？那你要拿得到，就是你要愿意照神的话去走。这是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那第三个呢？依从神的话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它是体验你丰富，让我们体验丰富生命的路径圣经有一句话，大概大家都会背，说主耶稣来到世上说怎么样？他要赐给人生命，而且是什么？得的更丰盛，有没有？主耶稣要给我们得丰盛的生命，很好背。约翰福音10章10节，双10节主耶稣要给我们丰富的生命，但是呢，怎样才能够体验到丰富的生命的意义？你要怎样做才会体验到说对，主耶稣或是神真的要给我们丰富的生命？你要怎么样才能够体验得到？就是要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出去啊！把生命的主权交出去，就是说我愿意照上帝的话去走。我很单纯的
圣经这样说，我就去做做看吧。你只要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那你就发现说，哇，原来我的生命可以这么丰富的我举2个例子第一个是摩西的例子。我们读圣经，上帝说摩西你要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你如果读圣经真的会生气，我觉得上帝也有一点生气了。摩西百般推辞，所有的理由能够推的都推掉了。但是当后来摩西愿意给上帝用的时候，他发现了什么？他看的神迹比任何人都多，对不对？10个神迹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有10个神迹，他都看见了。他也带以色列人就过红海，在旷野很多神迹他都经历了。他如果没有照上帝的给他的一个使命去做，他哪里能够看到那么多彼得今天的这个主角也是，彼得在主耶稣复活以后跟他单独谈话之前，他很多时候是怎么样照自己想的，等一下这样做，等一下那样做，他讲大话，等一下又没有去做出来。但是当主耶稣亲自跟他讲话以后，说以后人要把你的双手绑起来，带你去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他也真的去服从了。以后你看到彼得的生命有没有经历很大的改变？在圣经里面我发现他有2个改变。第一个，他去哥尼流的家的时候，他看到了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你知道犹太人跟这个外邦人是不相往来的，但是彼得他生命被主耶稣改变以后，有一次他看到圣灵这降下来，就很多这些东西很不可以吃的，然后有听到说拿去吃，然后他说他就遵守了这个意象，然后后来这个哥尼流的仆人来邀请他的时候，他就照着这个意象去到外邦人的家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一个很大的神迹。什么神迹？就是说他还在讲道的时候，还没有施行洗礼，上帝的灵就怎么样降在那些外邦人身上，这是很大的神迹耶。我们通常说，如果有人问你说你有没有领受圣灵，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受洗的时候都已经领受了啊。你受洗的时候，圣灵就临在你身上了，这是从谁的身上看到的？我们有没有想过，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是不是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经说圣灵像鸽子就降在他身上，然后天父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爱的。三位一体的神在那里呈现，但是是在受洗以后圣灵降临。但是主耶稣去到哥尼流的家，竟然还没有举行洗礼，圣灵就降临。他如果没有照神的话去做，他怎么能够去体验到这样的大的神迹？而且更奇妙的是，这个圣灵降临节的时候，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一站起来演讲，一次有几千个人信主，3000个人，不得了呢！一个渔夫讲到这人可以有3000人信主，这上帝的大能在他身上啊！所以人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是靠神的灵来成事。真的，就是说你愿意照神的话语去做，你就可以体验到这个丰富的生命。所以呢，今天我们说主耶稣要给我丰富的生命，不是说你很努力，说我拼命去赚钱，我功成名就，那我的生命就丰富了。不是的，丰富的生命是从说你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你愿意照上帝的话去做，你就会体会到说什么叫做丰富的生命这个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价值今天在我们当中，我相信很多人都受洗了，对不对？在第一场礼拜，我曾经问所有的这些弟兄姐妹说：“你知道受洗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有没有人要回答看看？受洗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第一场有做过礼拜的不能回答受洗，你接受洗礼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你愿意怎么样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
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你是自己的主人，只要我喜欢什么，有什么不可以做，你就照你的意思去做。但是呢，你受洗了以后呢，谁在你的身上掌权？主耶稣啊！加拉太书2章20节说：“如今我活着，不再是我，而是怎么样？主耶稣也在我身上活着。”哦，换句话说，你要信上帝以后呢，信主以后，你要做些事情，你要听从主的带领啊。那你如果听从主的带领，你去做，一定怎么样？一定会领受到他的祝福。我要跟各位真的你要去体验我们受洗以后，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一件事情该做不该做，好像内心有话在跟你讲。这个事情好像不应该去做，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如果有的话，你就不要做了，因为是圣灵在跟你讲话。因为我们心中有一个灵啊，主已经住在我们内心，你只要照着圣灵的带领去走，你就怎么样平安，而且能够大大蒙福。所以今天早上透过这样的经节，我要告诉各位说，每天的生活中，我们有机会听到各种不同类型的话，但是到底你要听谁的话？到底你要听谁的话？听对了跟听错了其实是差很多。像我们从罗伯安和像彼得身上的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说真的差很多。但是我们要感谢神，今天上帝把他的话都放在圣经里面。我不晓得有没有任何一句话，圣经里面的话打动你的心，成为你的帮助。有没有照着去做？我最后跟各位做一个见证我是出生在破碎的家庭，我大概1岁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就离婚了他们很先进都60、70年前他们就离婚了我还1岁的时候，那从那之后没有人管我，我可以随便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但是到了5年级的时候，因为去找一位同学我就不小心自投罗网，就到教会去了然后就一直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成长。到国中那时候叫初中，我们有一个辅导，他知道我的背景，他就送我一句话提摩太前书4章12节。我想我讲出来，你大概有些人就知道这一节经文。提摩太前书4章12节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怎么样，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他说：“某某人你虽然你的家庭是破碎的，但是神爱你，你可以好好去做人家的榜样。”这让我很大的鼓励。即使从小很自卑的，因为我们为什么人家都圆满，我们家就这样但是因为这一句话一直鼓励我，提醒我今天能够站在各位面前，我觉得神真的很爱我。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你也能够找到一句话，成为你生命的座右铭，然后好好的去做，你就会体会到说，哇，很多不可能的地方竟然有上帝的可能以前或许你白费力气的地方，现在照神的话去做，竟然发现满满的祝福。关键在哪里？就是依从神的话去做，依从神的话去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的恩典，你的话语在整本圣经里面是这么的丰富，这么的宝贝。只要简单的一句话，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满满的祝福。求神你透过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一起在你面前蒙福，因着我们愿意照神你的话去做，来发现、来看到神你的大能，来体验到神你丰盛的祝福。谢谢你，我们同心祷告，感谢在你面前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卢牧师的证道跟分享。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将天敞开。好，我们各位弟兄姐妹请起立。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谢谢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这时候请诗献的同工来为我们收奉献。我们今天是淑华执事跟雅慧姐妹。我们一同起立。请坐。这时候我们来介绍新朋友。我们上个礼拜有2位新朋友，就是柯以琳、柯以乐，2位姐妹有来吗？有来吗？哈 ，OK， 好。你们今天有带一位新同学，对不对？还是朋友？朋友哈，叫陈真颖，没错。OK， 欢迎您来，各位起立让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次来教会吗？本身也是基督徒。以前有来过这样 ，OK， 欢迎您下次再来，好，谢谢。好，这时候还有其他新朋友没有报告的，没有介绍到了吗？没有的话，我们就来报告哈。我们大家一起翻开周报，本会消息，我们谢谢罗荣斌牧师的正道，感谢罗牧师那个分享美好的信息跟勉励哈。
那另外，我们现在开始要完成明年同工的选举啊。那再麻烦我们现场应该是亲戚跟亲少戚，啊，就是名单可能交给那个办公室。那另外信德奖学金的申请，啊，那申请的资格，请各位同学哈注意时间哈，还有它有一个送件的截止日期。那最主要是说他要参加学生的聚会，要出席率达2/3以上哈。再来就是街舞班的招生啊，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那一期是5堂哦，总共1000块。那如果要试跳的话，就是一堂就是200块，啊，那师资是淡江大学的热舞社，招收的学生的年纪是从国小以上啊到55岁以下啊，那有需要有报名的啊，就可以跟红鱼啊来报名啊，谢谢。再来就是我们每个礼拜3啊晚上有读经祷告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好，一起来背读圣经，守望教会，彼此代祷，得力蒙福。那我们会计的报告，啊，我们8月份的收入跟支出啊有结余，总共有结余15万多哈。那团契消息，那就是今天松联团契在聚会结束之后，下面有同工的选举啊。那肢体相通，也请各位同工啊，如果有负担的时候，有看到里面有你认识的或者你有特别有感动的，记得常常为他们祷告。再来我们教会界的消息，9月28号，礼拜6上午9点半到下午2点半，在乐山园创立90周年庆哦，有个爱心园游会哦。那这个乐山园就在那个巴黎疗养院哈，乐山教养院哈，在巴黎区中华路3段哈，187号哦，想去的可以自己去参加哈。那另外10月5号，礼拜6上午9点到中午12点，我们台北中会传道部举办进阶长子训练会哦，专题就是小组长是个生命，转化人的生命哈，地点在大稻埕教会，那也有兴趣的同工哈，也一起去报名参加哈，报名截止是9月29号哈。那另外隔壁是我们下周的事工负担，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参考啊，谢谢。那最后我们这时候来唱上会诗，最后请罗牧师来为我们祝祷。主的爱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何方，愿它赐福你心灵安康。主的爱如流水淙淙，与你分享他的爱，在那主的爱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何方，愿它赐福你心灵安康。主的爱如流水淙淙，与你分享他的在那梦的黑夜里见烛光。请我们一起来领受由神而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默祷。